大概介绍吼，就是分三个部分啦吼，大概1/3要讲咱这个证明运动吼，头1/3证明运动啦吼，后壁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台湾的法律地位、法律地位吼，法律地位是到底是安怎？台湾应该叫做啥物名？吼伊到底伫这个真正的这个美国的政府的眼目中，咱是啥物地位？台湾人拢用咱的 vision 来看吼台湾甲美国关系。唔好袂记咧，美国伫美西战争1898年之后，伫这个巴黎签订一个叫做巴黎和约。迄个巴黎和约呢，有四个所在：古巴、Puerto Rico、Guam 甲菲律宾，对西班牙挂号美国。古巴毋是真正挂号的啦，毋是割让啦，干那讲做放弃啦。伊迄个经验甲台湾是一模一样，吼，一模一样。是安怎？古巴伫1898年的时阵，因的全民起来反抗，了，伊美国互伊一个国会的决议文 resolution 了，伊才伫1902年才建国，是安那这个几年的时间，伊会当建国吼。那么古巴的人，伊是安怎会当去？我这个two 吼，伊会当去争取吼。那迄个 Puerto Rico 的人，伊是安怎去争取？那么美国伫1900年，伊就成立一个叫做 Insular Bureau。列岛局，这个列岛局就是讲，伊伫战争结束以后所占领的，也是军事占领的这个列岛吼，这个 insular 这 island 这个列岛，要安怎来管理？迄伫1900年，1900年的时，中华民国还袂有咧吼，因为中华民国是 TAC two。TAC two。No TAC two。你也袂记来啊？TAC two。唔知。TAC two 啊，你这file无拢总啊，你无拢总啊。无你内底我无关。有啦。TAC two 啊。remote 迄个就对啦。有一个 file， 就是你这 PowerPoint 的 file 拢无出来啊。我才先看嘛，你无对。No， 你这个无出来，你就这过来。这毋是，这是习近平的，这是。No， 有一个 file 叫做 TAC。OK， 过落来。对，好。这 file 真大个啦。OK， 甲放较大。Full screen. Full screen. Okay，无拢总啊，呀，无对。这粒吧。过过。左边。李嘉玲，你来弄啊？哦，这个。过。哦，
OK， 好， OK，啊，这样对。对。好，咱即马差不多会使来进行我的 slide 吼。第一就是要来介绍，就是讲，咱今仔要讲的这个 TIA 要正名对无吼？第一个爱考虑的就是讲，到底这个 TIA 伊是要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我想咱伫遮大家知影，伊是要代表台湾，对无？吼 ，OK。那么台湾的时阵，你要不要继续？就头过 OK。代表台湾的时阵，那么咱感觉有啥物人会来反对这个正名运动？吼，咱可能会当来 review 一下吼。那么我头拄有大家报告，就是讲是安怎要叫做 TIA， 那不要叫做 TEA。TEA 就是正式一个国家，所以咱用 TIA， 咱的心内底就知影讲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但是一个国家，伊就是应该 TEA，OK，TEA 就是 embassy， 吼，那 TIA 就是你毋是国家。吼，咱家己先家己个定伫遐吼。那么，伫昨的迄个台北 Time， 我导书出去迄个文章，我想到即摆你甲看，大概有3500人看。我想全世界台湾人真侪人有感想啦吼，会当亲像去考虑即个物件。咱来问的就是讲，到底我是啥物人？咱大家是啥物人？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吼？听好清楚吼。那么台湾爱搁读个，爱搁了解，就是讲台湾真正今仔日咱的地位是啥物？吼，过去。其实咱今仔日会讨论这个主题，就是讲，因为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对无？那么即摆叫做台北经济处吼，经文处了吼。日本已经改做日台交流协会啊。那么台湾迄个亚东关系协会嘛，要改做迄个台湾日本交流协会，拢 OK 啦。但是要啥物人来改，要安怎改？吼，这我想爱过一段的进行啦，吼，过 OK。咱伫遮要来讨论讲，有可能来阻挡台湾人要改名啊、正名运动的，大概有遮个人啦，伫内底啦。这就是海外台湾人啦，吼。台湾人民啦，台湾 people 啦吼，蔡英文啦吼，Trump 啦吼，是民进党啦，即摆执政党啦吼，是国民党啦，是迄个习近平啦，这人拢有可能造成来阻碍甲抵制，吼是讲这正名运动吼，过。OK， 头一个 OK， 那么到底台湾要哪改？台湾即摆台湾吼，头壳是青天白日嘛，对无吼？好了，大概反正大概台语听不懂吼，还是可以中文可以看得懂了。哦，迄个头壳摕吼，第迄个青天白日无啊吼，手摕即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吼，过来你衫是穿即个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的大衣啦，逐日拢穿迄只大衣啦，吼。咱迄个政府是流氓政府啦。你若去南京的中山陵的时阵，遐有一个牌啊，中华民国寿终正寝，已经伫遐，就是这个牌。我讲的这种事实啊，这毋是我后白讲的，我甲你讲的拢是有凭有据的，在东京哦，在那里，不南京，我讲了南京哦，那个地方，好，好过过。咱可能捌读过册吼，可能大家真侪人读个什么《道德经》老子啊吼，第一篇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迄个名呢，只要人互你的，拢总会当改就对啦。迄毋是讲迄个啦。中华民国是安尼叫做 CCNA， 因为伊古早的时阵，对1912年建国的时阵，伊就是自认为是一个大个邦国，一直到1945年的时阵。伊有驻美迄个大使馆，所以突然间对中华民国自然变做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的时阵，伊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伊的架构体系，外交部的架构体系，还佫维持就是讲全世界迄个架构体系。所以美国是敢若是北美事务协调办事处哦，敢若一个机构尔。
伊面子拉不下来，伊无法度讲做，迄就是算讲做一个真正人爱必须去争取的，所以叫做 CCNAA 的对吧？吼。那么这个大使馆呢，其实伊对1912年到1935年是叫做公使啦，毋是大使啦吼。1935年到1979年是正式互为大使。到中美断交以后，1979年这样断交以后，我讲中美就是讲中华民国政府了吼，迄其实是伊政府吼。了就变做台湾关系法取代，台湾关系法取代就变做是这个办事处的 representative 代表吼，驻美代表哦，唔是大使对吧吼？到2012年，才对迄个严建生的时阵，才该做大使，才该做大使，所以即卖。迄位阶啦，吼，在迄个外交部的位阶，伊还阁是叫大使吼，好过过。啥做请你台北头拄可能有大家介绍过啊，就是讲全世界人伫旧年拢非常的清楚，看到台湾人，你就是难民，你就是难民 ，OK。伫这个伫这个。point 无，point 跟 screen 拍款，这里哈，这是难民的代表旗了 ，OK。全世界另外一个国家，请你台北，迄嘛是难民旗了。所以台湾人伫全世界头前就是难民 ，OK， 不要忘记了，也不要自己吹捧我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这回事了。全世界人拢知影你就是谁。干那咱唔知咱家己啥物人，有当时啊想起来真可怜的吼。啊，过1960年的时阵，全世界有互台湾机会，你去参加奥运的时阵，互你用 Formosa 入场，结果台湾的代表队讲 under protest 抗议进场 ，OK， 你就这样。Under protest 抗议进场，好，这就是台湾的现状，就是这个 ，OK。所以，咱要了解台湾 issue， 真重要就是讲，什么人代表人民？政府嘛，吼，政府代表人民嘛。台湾人民是什么政府代表台湾人民？你甲我讲，我唔知什么政府代表人民 ，OK。有的人是讲做 ROC， 到底是代表台湾是代表人民？咱直接有看啦，有的人讲5月要倒去教委员会上课啊，对无？咱的教委员会，咱的代表处的处长，每一日伫上班，毋知上啥物班，我毋知啦吼。伊80%以上的时间是遮个老教历史。台湾的侨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你甲我讲，我唔知啊，我唔知这事，所以我唔知我是啥物人，我唔知吼。所以这就是讲，台湾的 issue 真重要，就是讲，你是啥物政府甲你代表？迄个政府是代表你，还是代表中国人？这是真 critical 的嘛，真简单的对咱get the answer 吼。所以台湾即马是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什么时阵宣布独立？什么时阵有家己的宪法？吼啊！什么时阵向全世界去宣布 ？unknown， 咱拢唔知。好，过过。到底向出卖台湾？到底向出卖台湾？有个人讲中华民国，有个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个人讲美国，有个人讲日本，吼。啊是啥物人出卖台湾？啊，个过。这出卖台湾的，甲台湾的主权非常有关系吼。啥物人拥有台湾的主权？伫今仔日的这个国际社会内底，主权是由政府所拥有。Sovereignty is owned by government, not owned by individual people. OK。每一个单独个体，咱来讲，哦，台湾就是台湾人嘿，无毋对啦。这句话表面上无毋对，但是伫法理上是有出入的，因为
全世界是敢若讲主权是政府所拥有，迄个政府是要代表人民的政府，但是代表台湾人的台湾人民的政府是啥物人，咱唔知吼。这就是这只。OK。今仔日的台湾现况是啥？今仔日台湾现况，头仔讲的有 ROC， 但是 ROC 呢，伫1972年 under UN Resolution 2758号决议文已經去用踢出去啊！這個國際無承認 ROC。Chinese Taipei 啥是 Chinese Taipei？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嘅流亡政府伫台北。那麼，迄個什麼時陣吼？台灣只會當建國，咱是什麼時陣有台灣嘅憲法？唔知嘛，無嘛，啊未有嘛，好對。咱嘅政府李登輝迄當陣甲咱講做伊是 ROC 往台中華民國在台灣，啊邊嘅政府甲咱講做中華民國是台灣，吼。即擺政府甲咱講台灣是中華民國 ，OK， 但是台灣都唔是中華民國，哦，事實上就是安尼嘛。我咧講，這攏是事實的代志 ，OK 吼。所以，干那甲台灣講做 ROC 就是 China 就是 PRC 嘛，台灣甲你製造死路嘛，哦 ，OK， 好，過過。那麼今仔日咧。咱要直接要大家介紹，即個65周年，咱應該要知影啥？知影就是講，台灣今仔日是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吼，即個愛真清楚。那麼是安怎每一次 Korean 有代志時陣，台灣就受採用，對無？吼，就等下有一個 slide 甲你大家介紹，吼。那麼直接要甲大家真清楚的介紹，就是講，台灣毋是中華民國，絕對毋是中華民國，吼 ，OK。台灣甲美國有一個真深的關係，這個關係呢，是 Mission Chapter。我佇辦公室時陣，有當時啊，佇美國教歷史的老師去我辦公室坐，我甲伊講台灣這段歷史甲美國的關係，伊嘛唔知影，伊嘛不了解。所以這段歷史就是講，今仔日要講的這個主題，《舊金山和平條》內底所規定台灣甲美國的關係，吼，好。啊，這個咱的主辦者有提出來幾個問題啦。台灣人民為何背叛啊？我是毋是背叛？去互啥出賣啦？吼！啊，出賣就是講 ，OK， 每一次佇世界大戰戰爭結束以後，那麼台灣是安那每一次攏變做代罪羔羊，吼，互人送去做談判組的祭品，吼，迄就是因為台灣攏總是甲中國牽扯不清的關係，攏總問題出佇迄裡啊，吼。那麼這65年來，台灣是毋是有公平被對待？有啊，戒嚴法啦，白色恐怖啊，這來對待台灣人啊，吼，安尼講公平，當然是無公平。但是美國對台灣有公平哦，我想美國說法對台灣真公平啊，伊互台灣機會，台灣人到即馬毋知要安怎反應，吼，這是最主要的所在。Trump 這個政府可能對台灣有啥物安排 ？Trump 頭拄仔講過啊 ，Trump 都已經上台的時陣，就喺講做伊承認台灣總統。台灣到即馬並無，咱無看出來講，佇即幾個月內底，吼，對 Trump 競選以後了。啊！伊甲蔡英文叫做台灣總統以後到即馬，但是咱無看台灣有真積極嘅講，伊是台灣，吼，甲台灣甲中華民國有啥物差別講袂出來，吼。好，今年嘅8月19，大家注意看，佇恁兜，你家己要叫做啥物名？你叫會出來無？你叫出來你是中華民國無？哦，迄就是證明講台灣是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你若是主權國家，什麼叫做主權？主權就是說你在家裡你最大 ，OK， 話都攏在你，但是你做得到嗎？
你在台湾，你能够叫台湾队吗？你能够叫中华民国队吗 ？No way。Chinese Taipei， 中国的流氓政府 ，Chinese Taipei，OK，、迄就是8月19，台湾人要搁流目屎的时阵 ，OK， 迄拢马上到的 ，OK， 大家毋免怨叹，看会记着，哦，但是咱有办法咯，有办法啦，哦，搁过。4月份对台湾足重要的。4月6日 ，Trump 甲习近平两个伫遐讲啥咱无听也毋知啦，哦，但是台湾毕竟是筹码之一啦，哦，过来，122年前的1895年的4月17 ，OK， 李鸿章甲伊藤博文嘛伫迄个伊凡阁内底，春帆阁内底，嘛伫遐讲，嘛讲台湾 ，OK。是安怎每一届 super power 伫座谈的时阵，拢台湾拢那像个人个去大拜拜迄刀猪啊，在人流，对无 ？scapegoat 代罪的羔羊。好过。1951年9月7日签署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4月28就是这个拜五要到 effective enforce， 就是讲。650年，这个纪念日，就才要到。中内底讲半部有甲咱有关，当然有关嘛。台湾苗阮伫遐解决，因为台湾日本无放弃台湾的主权，伊甲放弃伊的所有权益，迄个 renounce 迄个 title right 吼，甲 claim 安尼尔，但是伊无甲迄个 sovereignty。迄个税，甲伊保障出去，并无，吼。所以，咱爱深入来讨论，就是讲，是安怎每一次，即个北韩、南韩有代志时阵，台湾受采用。即几日搁伫要到 ，OK。台湾是毋是搁伫谈判桌，共款一样，没有改变 ，OK。哦，就是讲，这个北韩，这几日对无？有可能会拍嘛？啊，习近平到底甲川普到底是讲啥？啥物做暗盘交易咱毋知，对无？那是安怎？每一次，哦，主要就是啥嘛？就是这块嘛，台湾甲迄有关系嘛？对无？啊，是毋是咱甲有关系？所以要了解这段历史呢，你爱知影就是讲。台湾的 status quo 今仔是啥？我们真正的历史地位、法理地位是啥？蔡明刚讲一个 status quo， 但是我嘛毋知影讲，伊讲的 status quo 甲我讲的 status quo 有共款。伊 status quo 这个名词是美国伫讲的 ，OK， 尾仔台湾捡来伫用 status quo， 古早无人去讲啦，到底 status quo 无人知啦 ，OK。美国 status quo 甲中国 status quo 甲中华民国时代啦，甲民进党的时代，甲国民党的时代，拢无共款，吼。我头仔甲有人个报告，阿扁也要参加咱个讨论会 ，OK。2005年12月17号，我有写一张批，互陈水扁总统叫张医师转成陈水扁总统，内底有。讲到6个重点，1、2、3、4、5、6，一定爱厘清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吼，就是讲有效统治并不等于拥有主权。你现在你 effective control 台湾，并不代表你有台湾的主权，吼。所以，咱继续讲，上好莫阁继续伫遐 emphasize 台湾，伊嘛是甲你讲做。你认为着讲，伊等下回批，伊的回批我无互你看吼。你敢看伊的回批啦？这是我互伊的批啦 ，OK， 互伊的批啦吼。啊，真诚恳的甲伊恳求，迄当阵张医师亲自摕去到总统府互伊，啊，伊回批倒转。这种就是阿扁的回批，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陈水扁签名。伊内底甲你讲我足清楚诶。
您去讲的这正面运动啊，有关证明的相关诉求啊，拢是在进行式，吼，拢在进行式了，吼。而且甲你讲就是讲，过去呢，政府当然就李登辉嘛，已经中华民国在台湾，伊即马甲你讲做中华民国是台湾，已经比迄较好啊，这是后边回答。哦，讲唔了较好，哦，所以但是伊后壁才有一句啦，后壁有一句，随着政治民主化，台湾主体意识的确认，并成为社会之主流价值之后，新的国家认同也将一步一步透过民间力量由下而上自然形成，由下而上自然形成，所以是安怎海外来人爱出声，因为。伫总统府做总统嘛是无能为力，爱靠百姓大家出声 ，OK。伊会当做就讲做个讲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哦，伊甲你做个个啊，你认为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伊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啊，即摆出来问题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大概是拢在点的尔，但这拢毋是咱要爱 ，OK。即摆。真正要接受我要讲的主题，我即摆头先讲，这是拢引言尔，拢毋是我要讲的主题。台湾从伫历史，咱知影历史到今仔日啦，大概475年啦。对1542年，迄个葡萄牙吼甲讲伊拉福摩萨的时阵发现到今仔日，迄有历史记载吼，有白纸黑字的，啊，一直到即摆。这规定吼，内底有荷兰啦、Spanish 啦吼，这规定内底。这个上重要，这个看见就是讲，伫欧洲吼，伫这段荷兰到郑成功这段，伫欧洲呢，伫1625年的时阵，就有一个叫做 Hugo Grotius， 伊就写一本册，就是讲 Law of Peace and War。战争和平法，伫欧洲呢，战争一定有诶，但是战争以后，这个国家要安怎去定位、define 家己有一个规定就对。所以伫欧洲诶系统，若国家转任互另外一个统治者诶时阵，有文字记载。所以恁若咱遮敢有台南人来哦，台南。捌去过赤坎楼，捌啦吼。我嘛捌去赤坎楼，赤坎楼内底迄个有一个坑吼，玻璃坑，迄玻璃坑内底有足厚诶纸，一本啊像迄无字天书咧吼，内底写荷兰文啊。伊就是讲当时吼，迄当时荷兰安怎投降郑成功，peace treaty 啦，和平条约啦，吼，所以有。白纸黑字的和平条约在那里。郑成功到清朝，这就是赶尽杀绝嘛。清朝就是斩草除根啦。中国人讲的5000年历史是讲真野蛮的啦，吼，就是咱来到站站不人的尔对无吼。啊了，这个清朝甲日本即中都有和平条约啊，就是马关条约嘛，吼，就是马关条约嘛。啊，马关条约过来，这个马关条约跳倒来，甲这个战争结束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嘛。所以，甲欧美有关的拢总有白纸黑字和平条约。那么和平条约就是讲 ，OK， 我今仔有这间厝，这间厝已经卖你啊，是挂互你啊，迄就是别人下啊嘛。哦，就是咱遮大家拢买房地产对无？啊，你买房地产买的时，昨是别人下，今仔日你。去 close escrow 了就你的啊，你的就是你的 ，OK。但是中国毋是啊，讲迄是阮祖先的就对了。OK， 台湾咱有几个角度来看吼，即有个人是对太平洋看台湾，有个人对中国大陆看台湾，拢总有吼，即种即个台湾的vision不一样状况。好。那么，你要进入主题的前言吼，
就是讲是安怎我会用遮个时间要大家报告。2004年的时阵，咱园区安怎像大家共款，每一寸啊拄着4月28到9月初8，咱有一几个朋友，迄当阵拢伫迄个 Steve 林总长的伊个办公室遐，有当时啊办一个记者招待会，有当时啊去找记者办做介绍会。迄年阮拄上几个朋友，大家是讲，要安怎来扩大来支持即个记者招待会，上好是看会当招一寡迄个英文文体来。迄当阵是一个构想，所以才去网络去 research 去找资料咧，找台湾 status，结果迄当阵是雅虎啊无 Google， 哦，2004年无 Google 雅虎，雅虎印出来时顶悬有一篇文章叫做台湾 status， 是啥人写？就是这个我等下讲 JP 这个人写。这个我9月初日去登录迄个文章，迄个文章哦真歹读，迄个文章咧，你即马还佫会当去溜出来啊？迄个文章吼，等下我大家小来介绍者。迄个文章哦，无好读吼，我用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甲翻做中文。迄当阵2004年，我伫迄个长青实验做校长，所以我捌甲咱的长辈 share 去分享这意思吼。啊，一寡长辈安怎真肯定这资料就对了吼。2004年以前，台湾社会啦，无人知影啥做西部government，啥做平民政府啦，吼华理的地位哦嘛，无啥人去讲，吼，迄就是2004年的事。对啊，迁入的时阵了，2006年，吼，迄当阵。台湾有一个叫做，等下甲你介绍林志升先生，吼，伊去创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迄个民政府真正伫台湾代表台湾去来美国告诉，这个告诉经过这个地方法院联邦的Federal Court 联邦的迄个地方法院高庭法院甲最高法院三个判决落来了，吼。上尾是迄个 case deny 嘛吼，了接来换咱买 area 一寡台湾人吼，有几个朋友伫遮吼，拢有参与着，咱安怎提起咧一个告诉，迄当就是告迄个国民党马英九吼，迄个中有包括一个替阿扁啊去争取一个，就是讲迄当时伊用关嘛，看会当争取伊来美国吼。迄个咱嘛提出一个告诉，所以咱园区的东乡有提出2个伫联邦法院的告诉2个。detail 迄以后再我讲。伫遮要大家介绍就是讲，你若要真正了解台湾代志，几啊项爱去参考啦。第一就是讲台湾 State from Bush to WTO by Jack Beer， 这是一篇文章啦。国外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即几张一定爱读啦，尤其是即个即个 article 迄个第10章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讲啊足清楚诶，迄就讲迄句话就法度否认国民党所提出任何即个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诶讲法。即 Chapter 10安怎讲诶？不，说迄个 Article 10安怎讲啊？伊讲日本放弃伫中国所拥有的任何权益，回溯到 retro back 到1901年，这代表啥？马关条是1895年，所以日本并无放弃1895年马关条约所拥有的权益，台湾还继续日本。下纸乌字才伫顶悬，但是国民党也好，外交部好，无人要读啊。OK， 无人要读这个文章啦。下纸乌字伫遐你顶看就有啊。Article 10 ，OK，Article 10。共款这个台湾 relation 的台湾关系法内底第10个册嘛有讲到，台湾迄个台湾机构，台湾的住在美国的
office 要安尼叫啥物名？你报关键咱要讲的这个资料拢伫顶悬吼。那么Treaty of Taipei 吼，这内底有啦，内底要来介绍讲日本的东京的海口，Tokyo 海口，伊有一个判例，迄个判例就是讲，伫台中有一个叫做林金，毋知林金，毋知个名吼，伊甲因某对1962年走去日本了，甲日本的政府提出告诉，讲啦，日本你甲我的日本籍摕掉，这足不应该，提出告诉。经过日本的地方法院、地方的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上尾啊，1892年判决，这内底，这个 judgment， 这个 high court judgment 非常的清楚，甲你解说讲台湾甲日本有啥物关系，啊，这关系是安怎过？我清楚，最早就是无去，甲你讲清楚。8月15，1950年 ，OK。过来，即几啊师奶要感谢讲，伫过去这13年内底，即几个啊白人，吼，咱在座的大家真侪拢是我老婆朋友，咱莫讲白人、黑人嘛共款吼。偏徛出来替台湾讲话无几个啦，啊讲有落来嘛无几个。OK， 我将要介绍即几个是讲有落来，佫偏替咱讲。第一个。伫即个2005年正月15，我有机会去洛杉矶，甲迄当阵的洛杉矶亲朋友，吼伫遐去伫台湾会馆伫遐做一场演讲。演讲的时阵，有一个记者来做 report， 我是甲我伫2004年所经历遐物件，甲因做一个介绍。了，迄个介绍真清楚，就是讲台湾本来用国际法来看台湾的现况的时阵，结果呢，这篇文章打出来以后，台湾日报第一摆收到美国政府contact， 迄美国政府的 contact 的人就是这个永乐那个样，伊是台湾人，做甲。伫美国可能做较上悬的，会当入去到美国国安会议内底坐伫，迄当阵呢，这个奥巴马这种人的边仔，我就坐伫迄个会议桌上就对了。伊即摆80几岁，即摆退休啊，即摆退休啊，吼。伊后仔捌来买。伊迄当阵伊是甲Bush真好朋友啦，吼。所以Bush迄当阵翁仔有甲，伊是伫迄个Rice 做国务卿的时阵，甲伊扭入迄个美国的迄个国务院内底对吼。伊是台湾人，去日本上日本籍，了后才来美国，当然伊有专长的所在就对吼。伊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地位，伊敲电话互台湾日报，讲你去找即个演讲的人。叫伊写一篇英文报告互我，记者也甲我通知，甲我讲，我来写一篇报告，我有写互伊啦。即个代志一直到2000，2005嘛吼，到2010年，就2010年，尾仔完才面对面，才去confirm起来代志，迄都是伊就吼，报告。好，过来介绍，这可能大家较有熟悉的人。Jeff Gill 就是我一直咧讲的，咱台湾人若要对这个法律地位要认识啦，第一感谢啦，就是这个 Jeff Gill。Jeff Gill 伊甲台湾的这是安怎美国伫1945年到今仔日，不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伊的台湾 policy 拢无变，是安怎？有一个 fundamental 的 guideline。迄个guideline，咱尾仔了解就讲，原来美国有一个 Insular Bureau， 即个列岛局，即个列岛局安怎去 control， 就是讲伊的内政部本来去 control 台湾即个应有的应该有的立场。
这比如安那捌来台湾会馆，这是古早台湾会馆，毋是即摆台湾会馆，伫 Freeman 迄个，你来记无？楼骹有无？毋是即个啦，毋是即个，这古早台湾会馆吼，伫迄个所在吼。啊，伊甲咱做真侪介绍啦吼。好。我用1年时间才去熟悉到即个人，我读伊文章了，用1年时间才找到哦，即个人原来就是伫美国，是美国军人，了随拍电话联络，伊讲我即个人伫拉斯维加斯，所以阮就招4个人去甲伊见面，啊，早2个录音机，自录音机了，大概9点半，讲到6点。安尼拢无停安尼吼，啊录伊所有录音了。迄当时我甲伊有创一个电台，叫做台湾之声，啊我有播送，迄当时网络电台就是吼。OK， 去参与的人呢，郭淑卿、陈成功甲陈成功太太，我伫迄个拉斯维加的餐厅内底，伫遐做个介绍规工就对了吼。我第二个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何瑞元，哦，何瑞元，伊对台湾的研究，伊嘛捌来过，即张图就是伫这遮翕的，伫这遮翕的，伫这台湾国家翕的吼。伊甲大家介绍，就是讲2004年伊发表一个文章，伫 Harvard 迄个季刊的这 Quarterly 吼 ，Harvard Asian Quarterly 咧发表一个文章，迄个文章则介绍讲台湾应该有的迄个法律的地位。结果咧，我熟悉何瑞元了，我问讲啊，这比尔就是伊的 advisor， 但是伊甲我讲做伊的，甲我翻译讲做伊是伊的 assistant 助理，其实毋是助理啦。因为何瑞元虽然有了解，但是伫法理方面的无这比尔较清楚，所以伊真侪代志也去问这比尔吼。了何瑞元吼。何瑞元当然，即段演变以后，甲林志升，迄咱就 skip 啦吼。安怎了到即马，伊咧做诶对台湾非常帮忙。伊发表足侪只个录影片吼，真清楚诶。台湾人要安怎行，step by step 要安怎行。你应该即个 passport 对你都无公平吼，你是安怎摕即个 passport 吼？啊，每一个文章，伊即马拍袂是我想。20几个啦，我这是较顶个讲落的吼，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啦。你若入去网络内底去找到有啊，这就是伊做的影片啦。哦，伊影片每一个影片拢只有7点钟，非常的精彩，就是讲叫别人来甲恁介绍台湾迄个 issue， 啊，内底有迄个汉文的即个 translate 的啥拢有，你真清楚有看得到吼。过来，我甲大家介绍就是这个 Michael Richardson， 伊有来遮，这就是一个演讲的。我实在这人拢有甲伊邀请来台湾会馆演讲过啦，我想大家拢比较有熟悉啦。伊是咱熟悉的这个全世界白人内底，对台湾发表文章上济人就是伊啦。当时一日一篇啦，吼，有一段时间啦，即摆较无啊，即摆较无吼。啊，介绍台湾，安怎对台湾可以发声吼，足无简单的。伊来遮甲咱讲两个 topic， 一个就是美国伫台湾还未完成的政府啦，一个就是讲美国无保护台湾人的人权啦，拢直接甲咱讲，啊，佫去洛杉矶甲咱讲，哦，啊，这有手中拢有，你若要听个，去这个做，通听伊规个这个演讲，吼。当然，即内底迄较 detail 就是讲伊安怎讲的迄个内容吼，咱可能无时间去研究。OK， 这就是2年前嘛吼，5月18，迄个伊来黑乌尔，啊，咱有几个朋友甲伊做伙食饭吼，做伙迄个5月18吼。好，过来就是去年伫咱伫这遮11月19，啊11月19对啦吼，11月19伫遮迄个赵峰案有无？哦，迄个 Kingston 有无 ？Kingston 来遮甲咱演讲的时候，吼，因为兆丰银行这个 case 呢，甲台湾嘛是息息相关的，哦，是安怎
伫国民党发生的这 scandal， 民进党无法度处理是安怎？咱确实唔知影。哦，是安怎？照讲，你着改朝换代换掉，政府换掉对无？你上主要就是这个司法正义嘛，对无？这就是讲，你顶一个government做了毋对的所在，你爱甲伊 rectify。结果咱到即个无法度处理，这历史从来毋知要来写。你若无迄个处理，你是做啥物政府？对无？啊，你既然做政府的时候，你是安怎无爱处理这个代志？哦，这是伊要来的时阵，伊的朋友用 charter flight 甲伊送来吼。OK， 做一个台湾人，互我上插切就是2月初5，2009年去华盛顿 D.C. 的 appeal court 高等法院去听美国推派的一个律师，甲林志升这边诉讼的一个律师，三个人，3个法官，吼，伊搁过，3个法官一日顶悬，因2个一通边仔即个 room 差不多，我想100几个啊，差不多full pack 吼。做一个台湾人，迄就上插超40分钟的辩论啊！辩论就美国法庭是安怎？我想有个人捌参加，有人毋捌参加吼。被告甲原告甲被告拢爱出庭着吼，你的律师两人出庭，你要讲啥，你的document拢爱送去有法官。法官其实拢判了，才法官开始甲你问。伊问代表即个原告的部分，咱就莫讲，问被告，啥是被告？美国政府吼，美国的迄个国务院甲美国的即个司法部，伊推派一个律师，迄个律师一个水查某囡仔吼，叫做 Patterson。伊问 Patterson 是讲，美国的行政部门有法度改变美国对外所签署的和平条约。你讲像创有法度去推翻这个附近川和平条约，当然无可能啊！哦，那么第二个问题，美国政府的立场，安怎来看待这个附近川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到即摆是毋是存在？当然存在。过来，我即摆讲这你拢找着了，你网络顶落，就是说，法院的白纸黑字写物件，我是甲浓缩落来的吼。过来，我问过是讲做，那么，伫即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内底，咱即摆要接受这是我讲的主题。附近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有讲了一句话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代表什么意思？伊是毋是代表伫 Jewish sovereignty 法理主权？所以迄个律师咧，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咧，去互伊问到上尾来讲 ，I'm shaking， 听无啥会知啦。法官甲伊讲 ，You are in trouble， 甲伊讲 You are in trouble。但是到上尾的 conclusion 是安那，对咱无讲真公平。伊讲到目前是抑阁是政治考量、政治考量。哦，对，台湾的意思那是政治考量。林志升，伊伫2002年的时阵，组织一群台湾人，228个支持北，去提出一个告状。咱伫海外有足侪组织，包括画拍，但是有对台湾做啥物较重大的issue，迄个成绩无。我想，我 person 来讲啦吼，无一定对啦吼，无一定对啦吼，无达到林志升去做即几年。伊甲台湾地位对地方法院、非洲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提一个告诉，互美国政府来 recognize。第一个法院法官来甲咱解释，台湾人是无国籍的 ，stateless people。status without state，
这就是美国政府甲咱白纸伊甲咱讲啊，咱毋知，我就毋知啊。台湾人就是讲，我就是真中华中国人啊，中华民国国民啊，对无？哦，但是毋是你是 status，OK？头拄啊，迄个奥运会就甲你讲清楚啊，你是 refugee，OK？第二个 appeal court， 阮去参加了 appeal court， 判决哪啥？伊讲因为中国甲美国暧昧关系，造成台湾人生活伫 political purgatory。这边地方内底，哦，这是拢事实物件，伊无一个受到国际信任的政府，哦，这是事实的物件。上尾甲 appeal 甲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的，迄个最高法院就是讲做维持原判，就是讲 case deny 安尼尔，哦，所以这不是。但是呢，我非常感冒，就是对这张相片开始。2022年12月30日，林志坚拢有办一个叫做忘年会。迄当阵，因为林志坚袂当出国，伫海外代表人是我啦，我就是林志坚代表人 ，OK。但是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甲反对人，我讲啊，你是咧创啥？你后壁2粒车徛伫Chinese的头前，你是计啥物讲话？迄当阵啊，佫。咱的好朋友地址都是地址都有几人熟悉啦吼，嘛是拢还佫替伊咧讲话，但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甲讲，这叫成 something wrong 对。佮上尾啊，当然伊内底都豆豆去发吼，上主要伊带一个某，迄个某吼 big question 啦吼，咱无爱讲真实际啦 big question。有人讲是伊是人家。颁着人家的后代啦，有人讲伊是中国来的，台湾话也真晓讲，英语也真晓讲，日语也真晓讲，哦啊，所以 who knows 对无？但是因内底内生发生内乱的时阵，即马哦对对，这个是不管咱啊，还佫有一个可取的所在。3月20顶个月尔，林志升了。伊甲一寡老战友拢总开除了，新罗甲头家开除了，甲伊的总理、伊的啥拢开除了，伊有台湾6州州长拢开除了，伊佫继续含面太来，佫继续去人啊即嘛真好势，伊佫继续去创即个台湾民政府。你知影川普就职典礼的时阵，伊比台湾政府较强硬咧，伊坐伫迄台湾代表团的边仔咧，是啊，伊甲伊的代表团咧。伊佫提出一个告诉，伊的即个告诉佫较厉害，就是讲，伊告美国政府甲告中华民国政府。啊，我咧想讲，啊，你告美国甲告俄罗斯，啊，啥有好处？讲是迄个批头的嘛，对无吼？迄个批头有好处哦，迄是我的想法。但是呢，美国法院呢，高等法院判决，这吼无几人判过。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 for common law, and the tort is only for 3 years. 台湾人若是有钱无受迫害，3年内你爱提出反驳。台湾人接受着 Chinese 台北，接受着中华民国，接受不管什么这个告诉内底规篇拢你讲这个。1946年的迄个行政命令，蒋介石行政命令，甲台湾人改做对日本人改做中国人。你有提出告诉，你若无啊？而且你也无法证明对迄阵你到即摆你连续受着迫害嘛？你大家做甲欢喜甲，手中华民国总统手甲欢喜甲，对无？你有受着啥物委屈？无嘛，你无法度证明嘛。所以 conclusion， 你的 case deny。OK， 你的 case 点啊？就是上尾告诉就对。但是内底甲你讲甲足清楚的，台湾人你若有委屈 take action， OK， 超过3年，人无爱插你，你 accept 的嘛，你接受嘛，你要回啥？你就无人回嘛吼 ，OK。啥物人代表台湾？人民的代表就是政府。那么林志升迄个民政府是安怎叫做民政府？
你知战争的时阵有迄个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战后就过渡时期叫做 civil government 平民政府。啊，这个平民政府呢，林志坚为着袂见讲，逐项拢是迄个这伊有解说，伊就把迄个平民政府平摕掉，变成民政府对对，叫台湾民政府。2013年，即摆因内乱了时阵，另外一组人，即洛杉矶的蔡明发先生，啊，甲宜兰州长蔡建元来等等，因这人，因去组一个叫台湾政府。OK， 台湾政府，迄个民嘛摕了啊，所以对台湾平民政府跳过台湾民政府，甲上过台湾政府，伊嘛有选举哦，嘛有选举哦 ，OK， 选举哦，而且呢，2015年8月初4，蔡明发选选台湾总统哦，有哦，但是伊代表啥物人？代表伊遐会员尔。所以美国政府无法度甲你承认嘛。你若就选一个政府，就讲迄个政府是代表所有台湾人的政府，伊才会甲你承认嘛。吼，这个真重要。差不多开始要照住我要讲的主题。我放开张哦，你我时间无够，吼，我讲偌济算偌济，大家要共要听懂我已经。你若要了解台湾问题吼，这个叫我了解。这个叫我了解就是讲，台湾、甲日本、甲美国、甲 PRC、甲国际、甲所有国际化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关系？你要了解啥做 Law of War， 这就是说 Hugo Grotius， 迄个伊国葛卢秀斯伊所制定的迄个战后国家的地位要安怎去处理？啥做 Westminster， 大家知影？咱的隔壁加拿大、Australia， 因是民主权独立国家，当然民主权独立国家，伊有宣布独立无？无啦。因到即摆阁是大英国协一部分啦，伊的法言对啦，对这个西敏寺法案啦 ，OK。所以即内底有太侪物件，你要去了解。我怎无法度一日就是甲你解说不过。咱台湾有关的法律啦吼，非常多啦，哦。咱台湾有关的法律就是我头仔甲你介绍过啊，荷兰甲电成功签约，搁过来马关条约，搁过来马克阿克的这拢欧洲No.1，这拢甲即个关系。咱若要了解台湾的真正地位呢，是要对这法律去了解，吼。好，这就开始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咱的问题，台湾问题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啦。因为安怎？伫1941年以前，无人发现台湾的国际地位，从日本嘛。伊的三问题，伊的主权是伫日本的手底嘛，无人全世界无人异议啦。OK， 迄是对遐开始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台湾是伫即个太平洋政府啦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分太平洋政府甲迄个欧洲政府吼，主要这个嘛吼。啊，台湾就是伫即个Pacific Theater内底吼，这是对欧洲吼，对欧洲大西洋来看全世界吼，对欧洲大西洋来看全世界，啊来搁落来看，用太平洋来看全世界，太平洋来看全世界，这咱较不是去看，啊，迄个是较欧洲人去看，这咱较不是去看吼。太平洋来看全世界，吼、哦。但是1941年，吼，1941年12月初7，开始轰炸这个 Pearl Harbor 时阵，全世界拢甲不敢讲去注意到这个 Pearl Harbor 海湾对无吼？但是呢，另外一个代志发生。
共一日，咱拢毋知影吼，共一日，迄个菲律宾的斯比克湾，杰罗马克阿伯一世人毋捌失败过，敢若迄日去互日本轰炸甲密密麻麻，所以台湾对迄一日才开始伫全世界扑出来，是啥物碗糕？这飞机是对对来，迄日有法度来遮投下红甲，所以 Island X， 迄当阵呢，美国的代号就是 Island X， 就是台湾啦。哦，台湾对遐开始造成一个问题啦。哦，对迄个开始吼。斯比克湾轰炸吼，12月初7嘛吼，一直做。战争2年，较无2年啦。12月初7，1941年到1943年的时阵，11月底，美国已经伫讨论讲，战争结束以后呢，要安怎来处理这个日本遐个商船啦，所有的日本的代志要安怎处理就对了。迄当阵蒋介石带因某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因某真够讲英语对无吼，所以去遐，假想讲。查甫听讲听着查某你讲就对，所以伊大概拢咱们的迄个 conference， 蒋介石确实有提出来，伊争取讲台湾甲即个澎湖哦，甲东北伫战后呢，爱甲伊的主权的提过，伊叫做提过中国对啦。有提出要求，确实有提出要求，但是呢，英国甲美国无同意，安怎无同意啊？伊讲咱要来处理这个战争的issue，是讲伫战争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哪像做保险的，敢若赔你事故以前的损失尔，毋是国家以前，哦。台湾尤其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占领，就是1895年惯用的，迄是两码事件，哦，是两码事件。所以上尾啊，国军总会要甲伊讲啊正清楚，切到1900年，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啦，甲以前拢无关。但是呢，伊提出要求，啊，上主要是安怎去提出来讨论的，就是这是1943嘛吼。1945年的7月，伫这个欧洲的6月6日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了，对吧？诺曼底登陆了，那么这个欧洲已经去讨论讲，要安怎结束这个战争的代志，想煞要讨论太平洋政府的代志，那么再去就对这个波茨坦迄个 conference。那 Boston Conference 内底有讲了一条，就是去追认开罗宣言的第8条。第8条讲啥？就是讲日本啊战后呢，伊的领土爱干那伫迄个4个小岛甲边仔属即个 Ally 所承认的即个小岛，安尼尔，吼，是这条。所以开罗宣言去互人 mention 就是这第8条。同款伫波茨坦宣言嘛是第8条，你入去 Google 入去看拢有来原文，你去翕出来了，无一句是马英九讲的，讲啥物开罗宣言就是，迄是讲咱像咱今仔日伫咧遮，咱去讨论一样代志，有10个 proposal 10个意见对无？但是conclusion是讲一个尔嘛，迄个conclusion就是国军总会强调所讲的，所以遐个过程拢是参考安尼尔，吼，毋是结论就对啦。结果伊把迄个参考的 proposal 拢提出来，讲迄就是结论，但是 big difference，OK， 啊，中国搁较趣味就是讲开罗宣言吼，无入国参加啦，你讲按说。波茨坦宣言，即内底真趣味就是讲政党的改变。迄当阮本来是少数有参加着，结果因为伊的党去选举输了，就变做新的这个Clement 来代理吼。
所以伊迄个波茨坦真的上尾啊，伊所代表的是啊，伊这个真的面积，因为迄个面积非常久了吼。OK，1945年，我就用这个时间来讲嘛吼，这个时间好算。所以1945年，其实45年3月时，伫这个波茨坦真的迄个会议要开以前呢，杜鲁门已经因为迄个你会当做得到。杜鲁门吼，杜鲁门是伫4月12过身去，4月12过身去了，这个1945年，所以我讲下罗斯福啦，罗斯福4月12 1945年过身去了，杜鲁门接手，杜鲁门接手了，伊有来附近来湾区有去看迄个当时的迄个原子弹 ，OK。伊知影讲美国的原子弹已经发design到相当的程度啊，伊即尾当用啊，所以因知影讲即个决战争当时要做优先元素，吼。所以原子弹是第一位，就捡落了，对俄罗斯嘛，甲那个啥去，卖了，日本当然证赚袂了，吼。8月15，日本天皇宣布迄个目标性导航啦，吼。所以战争就从迄阵时结束。8月15、17吼，8月17的时阵，美国已经提出一个 proposal， 迄个 proposal 是讲要安怎叫日本 step by step 来导航，吼。所以伊迄个 proposal 就送去落迄个对迄个马克阿瑟的伊个办公室来送去落迄个 Truman 办公室 ，Truman 办公室就 approve 了，伫9月初2，9月初2。马克阿瑟代表迄个牛津吼宣布，就 General Order No. 1。即个 General Order No. 1咧，我感觉足爱甲大家解释，是讲伫台湾咧，甲叫做普通命令1号普通命令啦。我感觉哪有即种命令？叫马克阿瑟的 General 马克阿瑟麦帅将军，麦克阿瑟将军，是咱 General Order。你家叫做普通令，应该是叫做军令 ，OK， 好，所以台湾你若去翻所谓迄个 translation， 我官方的民间拢是讲普通命令的，咱买就爱甲讲这个军令，文言军令状 ，OK， 这个 order No. 1呢，唯一有指名就是蒋介石。你若你去 Google 去看，迄内底啊有讲日本的部队爱向local的这个组织去导航的时阵，敢若指名蒋介石，其他拢无。迄当阵我是美国足清楚，我来甲介绍者。美国伫1900年，人就因输丢了。就咧内老区，因知影讲战争以后要安怎处理，但是中国人还佫毋知，迄阵时还佫有点。个人无法度代表政府啦 ，OK， 个人袂当拥有主权，个人袂当拥有主权。这联合国伫10月24， 1945年正式成立大会啦，对无？咱遮的24就是台湾的25嘛，对无？这些大会是咱遮的24的，像讲咱遮的24的时阵，对无？台湾未天光，台湾甲幸福才天光嘛，25是天光天光 ，OK。对。伊天光了是另外一个，对不对？联合国成立的时阵有几个啊？几个definition， 咱来了解啦。第二 article 1的dash 2嘛，来就讲
联合国成立主要是配合自民主管啦，吼，配合自民主管啦。啊，这个自民主管呢，其实有一个 limitation。伫保留，大家拢知影保留对无吼？保留吼，保留在啦吼，这个喺国际新国家在吼，保留伫2000年吧。伊独立以后呢，这个自民主管有受到限制啦。OK， 毋是讲拢，因为你若讲大家讲自民主管，联合国感觉真烦就对啦，吼，所以有一个 limitation。即内底有包括第77条吼，就 Article 77内底有讲着讲吼，托管地区台湾是毋是美国托管地区？啊，有一个 definition， 这个 definition 就是讲做，伊是吼 territory 吼 which may be detached from enemy， 台湾有成啦，因为美国因为真侪人 mix， 就是讲。台湾到底是第二世界大战是建设国啊，战败国？足侪人讲是建设国的，你讲敢是？毋是嘛？咱毋是，咱是战败国，咱属日本的，属日本的，所以也是敌国所 detach 的这个 territory。台湾是不好的。OK， 头拄讲，咱这个下部着哦，就是台湾的，所以咱。美国的或联合国的已经成立了啊，台湾才去举行这个受降典礼。哦，这个受降典礼呢，国民党的政府甲台湾讲回归祖国啦 ，OK， 光复啦，哦，其实毋是光复，是代表民军，also是代表民军，代表这4个国家啦，代表这4个国家，哦，去接受投降。并毋是讲做回归祖国，是光复台湾啦，骗人诶，迄无影。所以，头拄仔你讲诶历史性过程是讲1946年，国民党诶政府用行政命令，甲咱诶台湾籍改做这个中华民国籍，迄是illegal，迄讲起来其实是战犯行为 ，OK。你知影伫1895年马关条的时阵，互台湾人2年的时间去选择讲，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日本人？你若要做中国人，你就转去中国；你若留落就是做日本人。迄是1895年，是安怎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了，台湾一天就无啊，也无互你选择权啊，所以咱还未结束咧，这个军事占领还未结束。1847年，对，这不应该发生的代志发生啊，28大惨烈。这曾黄埔画一张图啦，当然，这10几年前啊，我有甲写一首诗啊，叫做《新米法》，新米法就是迄个泰雅族的台杀，叫新米法对不对？我有写一首诗互伊。OK。这个 George Kerr 甲咱讲啊真清楚的，这个 Formosa Strait 是安怎？迄当阵台湾是安怎互人出地？我想迄当阵的台湾的 leader、community leader， 像讲咱今仔在座各位所做的判断吼，今仔日台湾人乱判，因为伊当阵讲，咱个祖国真好啊。普遍的听声咧，所以美国是讲 OK， 你若要转就转去，但是美国说话无放弃嘛，无 release 啊，所以他有一个 question 你问讲说对台湾有公平，我想美国对台湾是真公平。OK， 咱1900年咱就去处理这战地事宜吼，战地政务对无吼？啊，中国是无 experience。啊，全世界你看会到就是讲，所有的这独裁者对无吼，伊头拢一个叫人斩落来，这应该让人斩落来嘛吼，你也毋是讲离台湾较先尔，一个地方去着吼。OK， 1947年，咱即种照的年度来跳啦，45年到47年了。47年时阵，日本伊创一个和平宪法，和平宪法。这个和平宪法呢，讲甲真清楚，就是讲
日本已经即个政府解体就对了。日本天皇敢若是一个 symbolic， 敢若象征代表日本尔，伊并无拥有迄个日本的迄个所有权，吼。过去战争以前所发生的任何遮的行政命令，吼，像即马川普发的真侪行政命令，拢总取消就对啦，拢总，迄当中所签署的吼，伫战争以前所签署的法拢取消了。而且要甲大家解释啥物代志？解释就是讲，林志升伊即个团体，伊所坚持、所主张的，伊是讲啥？伊就是讲做，今仔日个台湾是属日本天皇的。我讲啊，你甲我提出来3个证明。第一，证明讲，咱头仔讲的即个日本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的判例失效，因为日本就讲伊无拥有台湾的嘛。第二，你甲San Francisco必须附近抓了要改写，你嘛是 renounce 已经放弃了。对无？第三个，你爱甲即所有即issue 吼，拢 clarify， 就是讲做你甲即个和平宪法，日本的和平宪法嘛推翻。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才去取代即个编辑宪法的。所以因是讲，林志升的讲法就是讲，日本到今仔，台湾到今仔日是属日本天皇的领土，但是和平宪法内底讲甲足清楚，日本天皇是不拥有日本的任何领土。OK， 那既然不拥有日本领土，是还个海外有一个遮大地土地，迄无 make sense。但是上号伊就是用安尼，伫鼓舞伊个会员，伊个会员，有个人一个家庭交几啊百万啦。毋是几啊万，几啊百万，因为伊咧卖官嘛，你今仔做州长，马上就去做三车长，而一个卖官，足侪人买咧，足侪人买咧。啊，但是真奇怪，就是讲，台湾的政府是安尼，甲今仔拢无法度处理咧，伊有法度发，迄个车牌号码咧，逐项拢有咧，上业个，伊一直咧讲即句话啦，即句话是足特别个，伊讲我有中央中情局的。迄个 backup 就对啦，中情局，迄个中叫啥物中我唔知，中情局。而且，1947年，即摆1949年，蒋介石去毛泽东赶出了，毛泽东随来联合国 ，OK， 随来联合国提出告诉，告啥咧？个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中国认为台湾是属美国的领土就对了，哦。这个大概你可以听得清楚的说，1950年11月30号午休前午休前就是中国的代表嘛，那时候周恩来就派他来以后就是说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去，到联合国去控告美国，控告美国侵略中国领土，所以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3年安全理事会提出讨论，结果呢，裁决9比1，迄个告诉无效，无通过就对了，fail 就对了。所以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无嘛。经过讨论，国际决议，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所以大家要讲法律，爱有凭有据 ，OK， 咱是有凭有据的来，可以跟国际社会诉说。530，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你就去看就有啊，这个可以找得到。我所有的资料拢是网络去袂到，你看会到，拢是 official 物件 ，OK。台湾的苗文对这开始的 ，OK。旧金山的 Opera House， 遮捌去过人几个，捌入去内底，我捌入去内底吼，迄内底确实
台湾人应该吼，我就甲迄个会长啊直接吼，找看有一个台湾伫遐办一个活动，真正诶，迄是台湾人爱对遐开始啦，真正爱对遐开始啦，吼，伫遐才决定台湾诶命运，伫遮开始啦。OK。啊，拢讲拢伫遐跳舞啊。对啊，人讲是，这吼，正经陈文正因捌讨论过啦，但是你讨论这内底过程吼，迄所有诶进步面是不得不出啦，尤其是杨池秋啊，哦，拢安天才公讲，杨池秋是读真正册啦，讲实在，但是伊对这内底，这就是上具体啊。51个国家参加啦，包括日本，超过12个啦，吼。这参加内底有3个拒绝，无sign，无签约个啦，3个无签约个 ，OK。所以51个扣着3个，就剩48个嘛，对吧？48个转去了，佫有3个国家无 ratify， 伊个政府无批准，无认可啦，所以是45个。45个国家到日本有真正发生关系的，这45个国家到日本46个国家是见证台湾的命运的。你内底讲台湾要安行嘛？日本 renounce all the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哦，可以这样。观察员 South Korea，OK， 被邀请无出席的是印度啊，即个有个。斯拉比啊，搁缅甸啦，哦，无互邀请就是这个啦，这个咱我讲一讲，各位，内底咱，你若有闲，你转去看Google，我有甲翻做中文啦吼，我讲的这物件，你Google拢找着啦。9月初5，拄了伫旧金山，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进前做一个演讲。迄篇演讲，甲所有的这旧金山和平条是安怎签署的，是安用6年。欧洲战争是1945年就签署后，是安来拖到1951年才来签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安用6年时间。这6年呢，伊讲出来，因为无人知影谁是代表中国。OK， 一个是讲中华民国，一个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2个拢无人接受，无人接受时阵，干脆无就莫开，无就无2个拢爱邀请。上尾结局是2个拢无邀请，是安尼无去，吼，并毋是蒋介石讲的什么感恩什么以毒报怨，并毋是安尼对啦，吼，好，好，过。这个 John Foster Dulles 吼，这个真趣味，就是讲，伊代表来旧金山迄当阵，伊毋是国务卿啦，伊迄当阵是敢一个敢若总统杜门迄当委派一个吼，算讲一个 high profile 一个政治人物尔。第十条要甲你介绍，就是讲。伊要做国务卿，因阿公也是做国务卿，因阿公叫做 John Foster， 是 John Foster 跟一个 Dulles， 伊 last name 是 Dulles。因阿公是替清朝写这个《16世纪的马关条约的起草者，伊嘛是要做国务卿，所以因一个阿公一个孙，一个是甲台湾对清朝。送去日本，一个是对日本甲听得出来，哦，所以你若读历史的时阵，你会讲去了解这部分，真趣味了吼。好，这就是9月初顶吼，咱普通过去是拢9月初尾拢开这个座谈会，就是了解台湾的历史，就是这个吼。第二条要大家介绍就是第2条啦吼。甲第4条啦，甲第10条啦，23条啦，即拢甲台湾有关系。第2条就是讲日本放弃所有对台湾的权益，但是伊无用主权这两字，伊无 renounce sovereignty， 所以
严格来讲啊，后一日啊，台湾不管安怎处理啊，上尾要 sign paper， 安那日本政府所 sign paper，release。当然，伊即马是无迄个 position 来 handle any claim， 无迄个 position。但是日本后一日台湾若要做独立一个国家，上尾签字人是爱日本，毋是中国啊。中国头啊无，纸也无半字。你到今仔日台湾的中国的即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到即马无去啊吼。中华民国疆土固有疆土，非经国民大会不得变更，对无？哦，无国民大会修改，但是中华民国宪法内底就无台湾，就无台湾嘛。啊，他也没有更改嘛。立法院嘛毋捌讨论过讲当时，像你今仔买一间厝对无？你当时过户你爱去title company签字啊，去 county record 啊，无啊，无登记也无，逐项无啊。啊是安讲你个，啊咱大家嘛咧欢喜个，对无？不过抢总统抢了。啊，迄个，遐跳较紧。第10条啊，第10条你转去看吼。Final protocol is signed at 这个 Peking on the September 7, 1901。就是讲，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放弃的时阵，是放弃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改为止尔 ，OK。中华民国的政府外交部无一个人，我是讲，咱会当做一张去办事处啊，去等于外交部甲伊问看嘛，你是根据做一条嘛？你著无半个文件document当 prove 讲你拥有台湾的主权，确实著无嘛。啊，咱钱啊，大家听甲拍拍。即种白纸黑字写的物件，哦，回溯到这里，但是台湾的外交部。就是拿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看他已经给我了，哎呢，这种国会，这种个干涉，这种国会，哦，对，台北，台北条约，即马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1年签署的，52年才生效，4月28，52年生效。有迄个台北 Treaty 台北条约，因叫做日华合约啦日华合约，其实是台北条约。台北条约主要是你讲日本甲中国本来结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issue安尼尔，内底无讨论着台湾的主权，但是台湾的政府甲讲有啊，伊都白纸黑字讲这台湾是属中华民国的啊，就无影无迄个物件。伊个第2条就讲啊，足清楚的，共款伊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因迄个所述啊，再引申落来安尼俩，所以无纸头啊，无纸尾啊，无半项讲着台湾的迄个三分之互中华民国，拢无着。内底有一条，就是讲，Nation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deem to include all the inhabitants and former inhabitants of the Taiwan and Penghu territories。是讲啥？中华民国国民 shall deem 就是应该被视同，假使讲中华民国的国民若甲台湾摕掉，伊无国民，讲实在呢，啊是咱台湾人要讲做为国民。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虚的 ，OK， 这个国家是无的。你若甲台湾摕掉就无啊，迄就是我按迄本书写就是讲，咱就是无分体就走啦，去往这去咯，去做福利去人来，这个人国际社会白纸黑字拢真早来讲过啦，因毋是凊彩写，因为因有从1900年就有这个 experience， 只有这个 knowledge。因为咱处理这个代志，但是台湾人无。这个是林志先讲的。1941年，迄当阵日本天皇讲
台湾人就是属中国人，不，台湾人是属日本人吼，台湾人属日本人，但是迄个招数无效嘛。你知影4月初1的时阵，4月初1的时阵，迄战争已经差不多要结束的，迄个过程内底啊。所以，迄当阵日本天皇所宣布的是无依据，伊的诏书也好，伊的行政命令也好，其实无互往啦就对啦，吼。但是林志升是根据这个，根据这个面顶，伊去推行伊的民政府，就是根据这个诏书来，吼。所以，这个马关教育是，伫这只伊有互台湾人2年的时间，迄个 option 就是讲，你要选择做台湾人，还是要选择做选择做日本人，选择做中国人，互你2年。但是，伫旧金山民调了，台湾人并无时间互咱选择权，所以这就是台湾人应该保留的一个 self determination 的一个原点1950年6月27，杜鲁门做一个宣言，迄当阵韩战爆发嘛，韩战爆发了，伊讲因为要对抗这个共产势力的这个成长，所以呢，对即摆宣布开始台湾代志到遮冻结 ，OK， 到遮冻结，伊派第7舰队伫遐巡逻，伫遐冻结。冻结的过程内底，就是讲将来要处理台湾问题，等这个战争结束，当迄当阵，就是讲这个地区的社会定序较和平了才会处理。我想超紧，我只7点。OK， 这样我用较紧来讲美国就是台湾的主权者就对啦，真正。唯一有访问过台湾的总统是艾森豪威，伫这个1960年6月18去访问台湾穿军服就是伊副官就对啦，安尼看有无？伊毋是主权者啦 ，OK。过去对第2次世界大战争结束到今仔日，有12个17个，14个总统，7个啦，共和党7个，民主党7个就对啦。占的时间有长短啦吼。但是因对台湾的 policy 无改变，是安怎无改变？伊有一个 guideline， 我头咧讲过，有迄个 guideline 是个啊，甲你绑掉的吼。就是 Trump， 咱当然希望伊的政府内底这个啦甲这几个啦，会当台湾甲这个 Defense Department 国防部美国个五角大厦非常有关系啦，该有台湾当然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吼？我这较贵，我无遐个时间，我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国贵。有真正教育当然爱甲简单解释，咱无这时间啦。你若要搁讲这，爱讲差不多一部就对啦。我可能无这时间咯。OK， 台湾好，对不对？台湾关系法内底甲大家讲足清楚的 ，Section 第15条第 Section 15(2) 就对啦甲台湾所以真侪人讲，到底美国对台湾有公平我是足公平。人1979年白纸黑字甲你讲台湾即马已经 derecognize，OK， 美国政府已经无承认中华民国啊，但承认的是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台湾管理当局安尼尔。但是台湾是安怎继续画中华民国画，请你才要画甲欢喜甲，要怪谁？要怪美国甲无人白纸黑字甲你写伫遐，等你请啊、回魂啊，对无？但是你就无啊。这个
讲是安怎每一次吼，Korea 若有代志时阵，台湾就受灾殃，吼是安怎？因为咱就去中华民国绑掉的，啊绑掉咱佫袂晓透。你包括到今仔民进党的政府嘛是共款嘛，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哦，所以台湾要安怎华丽建国？伊讲伊拥有台湾，伊讲ROC 就是 China 就是 PRC 对无？啊，其实咱爱追求美国甲日本，咱要追求的对象是迄项哦。OK， 台湾对好。真侪人无了解台湾既然是一个国家，是安怎有我着选总统，啊有军队，吼、是安怎？历史上有无？有，要甲你介绍。1861年美国迄个内战有无 ？Civil War 有无？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南军联盟13州的南军联盟，伊嘛成立一个政府呢。迄个政府就是甲今仔日台湾政府是共款，叫做 Protective State。所以，伫台湾呢，足侪人 confuse 的，就是讲，甲这个 popular sovereignty 人民主权，甲当作是领土主权，叫做 territory sovereignty。联合国所要求的是 territory sovereignty。领土主权叫做国家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 是讲人权尔啦。恁这群人选一个头人来替恁处理代志，安尼尔。迄个头人毋是代表伫国际上方承认的，国际上要互承认的，爱 step by step 去行就对了。有路有当然有嘛，是咱无要安尼行尔嘛，吼。伫这个南方联盟，迄当阵，林肯总统提出一个叫做 Law of Neutrality， 伊讲你欧洲的所有国家，你袂当甲这个南方联盟去做生意拢无要紧，但是你袂当承认伊有主权。你若承认主权，我就要甲你拍，就要甲你断交的。林肯总统就是安尼讲。伊的国务卿啊，William Seward， 伊发明一个，伊提出一个 Seward Doctrine， 这真有名 Doctrine。就是台湾今仔日，敢会当发展经济啦。你南方联盟会当甲欧洲联盟去做生意啦，但是你袂当建交主权，因为你都毋是一个国家嘛。哦，咱即讲 TIA， 咱也袂叫 TEA， 共款的理由，你叫袂出来，你还袂到遐咧，还袂到遐，你其实知影你家己毋是一个国家嘛，你知影对 TIA 就毋是一个国家。所以古巴嘛同款嘛，吼，你当这两字吼，你等于叫啥 ？insurgent 甲 coalition， 三做 insurgent。你今仔日若是小尾，你就是叛军啦，叛变；但是你若大尾，你就是 coalition， 就是敌军。哦，你知影吼？你若起来迄个就起来安尼，人个真不成气候的时候，人讲你这就是叛乱团体嘛。但是你若判断可以大尾到一个程度，敌对双方，哦。我大概咧介绍就是讲，西班牙战争以后，半死个所在 ，Puerto Rico、Guam、Philippines， 哦，啊甲 Cuba， 这四个国家的人的百姓，台湾人也提出来检讨，是安怎这个国家的国民？伫因的国家去用惯用以后，因的 action 甲咱 action 完全无共款。OK 好，咱对古巴来讲起啦吼，古巴的时阵有一个伫 post office 做生意的人。伊个名叫做 Charles Nicolay， 哦，伊伫 post office 做伫食头路，去换过一条钱，走来美国，叫美国抓着，叫海关抓着，海关要甲送到去古巴，伊提出告诉，
你讲人身安全，我要要求伫这个古巴，啊，不伫美国留落来，吼，因为我即马无国家就你甲占领起来，所以即马你就提出来告诉，对真紧啊，到1900年到1991年就判决，对第五案，迄当阵美国无讲较无用嘛，第五案你另外照顾案拢真紧就判决，结果做一个判例。这个判例呢，甲这个告诉伊要求的，因为这讲起来真 detail， 是讲伊要求人身保护啦。啊，美国讲古巴迄个临时政府其实是甲美军并肩作战的，但是美国并无承认伊的存在，吼。就像讲，较即马共款啊，台湾这 almost 吼，你也毋是一个。国际承认的国家，你的政府就是美国无承认啦。无承认的时阵，但是这个人是毋是犯法了，爱送倒转去古巴？美国讲爱送倒转去，但是伊讲 no。啊，即摆告诉我上上尾啊，发展出来一个叫做迄个迄个 civil right， 就是讲伫平民政府内底，这个人权、这个民权要安怎去保障？吼，这个要安怎确定？美国的是用判例落来迄个，所以这变做美国一个真有名的这个判例就对，就是讲你未成立做未互美国承认、国际承认做一个国家的时阵，你的人民违规判刑的时阵，谁爱来处理，谁会当接受？吼，这是古巴的 case 吼。过来了，第二个 case， 这个 ，OK，Puerto Rico，Puerto Rico 这嘛真趣味。一个生理人，伊袂甘袂来美国。Puerto Rico 是正式伫西班牙战争，西班牙 cede 就是讲割让互美国的。伊割让了美国呢，伊当然名正言顺就讲，我就是已经挂上互你啊，我就是美国的一个 national， 就是讲国民，毋是公民啊 ，national 就是讲你割让互就公民啊。这就是包括有一阵朋友你讲做啥物51州哦。Puerto Rico 就足好的 case。Puerto Rico 你要做51州的 case 哦 ，Puerto Rico 是正式割让哦，1898年到即哦，伊美国51州啊无的咧，所以迄毋是较紧的，毋是较简单的代志，吼。所以迄当时你讲的时阵，咱听就对吼，迄是题外话吼。这个 case 呢，就是讲，伊即马进口物件来美国，美国要甲拍关税，伊讲先啊拍关税。我就是从美国领土，美国一部分，你想要来拍关税，lawsuit，OK，action lawsuit， 上尾啊呢，美国发展出来叫做 Insular Case 列岛事件，美国的列岛局就是对这开始的。要安怎来管理这海外因为战争了所产生的这纠纷的这issue，对遐开始的。台湾人有无？无啦，当然一直到林志升。开始过，然后呢，伊尾仔路行了，迄是另外一个issue。但是伊有最后老板就讲的，历史上有写，就是有啦，地纸后日就是有啦，吼。台湾人无啦，你就到即摆无看。人美国这1898年开始，人1900年人就开始告诉呢，过了，佫拢变成美国的判例，最高法院的判例，吼，台湾拢无 ，OK， 过来，这是。Puerto Rico 过来看菲律宾的部分 ，OK， 菲律宾就比咱较近了对，咱较了解嘛吼。菲律宾变做美国的 Commonwealth 一部分，伊就是差远嘛，变做 Commonwealth。但是美国有一个 concept 就是讲，因为伊是独立国家，伊无买，伊是独立国家，伊知影这个百姓要独立的过程真痛苦吼，所以伊无要造成讲我是占领，变做你是我的殖民地，伊无要安尼做吼。但是呢，菲律宾人反抗，菲律宾人一阵搁一阵人起来反抗，反抗的理由就是讲，因家己要要求独立自主就对了。OK， 菲律宾人的反抗有无？有结果，当然有结果。咱爱看者讲，台湾人有反抗，台湾人
介成有啊，介成无，但是台湾人无结果，菲律宾有结果。菲律宾伫1934年，美国Congress 发表一个叫《泰丁马达费案》，泰丁马达费法案。这个法案跟台湾的台湾关系很类似。唯一无共款的，就是讲泰丁马达费内底，北抓欧就是讲我10年内底，互菲律宾独立，10年之内互你菲律，1934、1944要菲律宾独立，结果1944菲律宾独立无，因为迄当阵菲律宾是属日本占领。OK， 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美国 keep promise，1946年菲律宾独立。菲律宾独立的时阵，本来是选7月初4 Independence Day， 要甲 move forward 6月12，所以菲律宾正式的独立日期是6月12。OK， 毋是7月初4，因为着要甲美国小可无共款，本来是adapt是7月初4的，所以你会看讲，伫第二次伫西班牙战争以后，所挂互美国甲美国有关系的这个占领土地。因的人民是安怎来 respond？ 甲上尾即几日仔以前，即个 appeal court 的 judge 甲咱讲，你若有 claim 你有不满即3年内底提出来 appeal， 若无就是过期啊。当然有 action，no action， 无 action。哦，当然，我想咱即爱甲拍拖开了，伊咱组一个招遮侪人大家遮吼。大家要 take action， 而且迄是 first step， 但是咱的路还佫真长要行路。我想，过。这内底进一个资料啦，每一个 slide 拢有一段故事甲你讲，但是我无法度时间来讲过。然后，大家也是无共款啦，当地文嘛离咱无偌远，大家拢捌看过当地文啊，去互拍甲流过咯，伊吼。属葡萄牙的，但是印尼甲占对无？即摆甲变入印尼一部分，即摆又要独立，甲台湾共款嘛。台湾应该即目前本是属日本的，美国有迄个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中国讲伊的变入中国的一个形成，即摆台湾要行出家己的路，要安怎行？爱甲当地文无啦，过来保留差不多迄个保留啦，保留共款啦，保留是400年来才独立建国的，是安人无法度，是安台湾人无法度，对无？伊讲400年来才独立的国家，保留人虽然真少，真小的国家，但是保留也是成立一个国家，所以过来。伫国际上要互承认有一个 recognition 跟 unrecognition， 就是讲伫外交术语内底有一个 recognition 跟 unrecognition。中华民国先建国的时阵，美国是 non-recognition， 无承认你啦。但是尾仔伊就入去联合国了，就变做 recognition， 共款嘛。你今仔 Republic China 是世界上人无承认的一个国家嘛。但是咱莫咧爽讲，咱是独立国家。你才对台湾，你问10个，我想8个甲你讲，台湾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你若讲毋是独立国家，你用废嘴乱着。实际上就是安尼。是毋是对无？8个都讲够啊，8个都讲够。OK。这 Judge in Berlin， 这个是迄当阵阮伫要去救阿扁的时阵用的一个，这片电影，这你入去 Google 你能看会到啦。就是讲军事占领地区，啥物人会当做 People's Court 法院来判官，应该是这个Judgment in Berlin， 这个你会当柏林判断了，他柏林法院你会当去看。OK， 好，即摆就是讲，这个澳洲、加拿大因独立建国的法院伫倒位，就是 Westminster Act，
1931年伫英国女皇，即个大英国是要安怎授权互伊遮个 Commonwealth 的国家，伊当去独立做一个国家，就是对遮开始。但是因宣布建国无，但是因每一个拢有家己的国家的法律，逐项拢有，吼、这就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啊，这就是到即马，伊美国英国派去加拿大的总理，啊，甲派去澳大利亚总理吼。这是这张图是这旅游互人的啦，这就是讲美国的海外占领土地要安怎行吼，伊就有一寡法理咧，咱今仔无时间讨论这。OK， 这张较趣味就是讲，今仔日想 control 台湾，中华民国讲有啊，我的军队 effective control。啥物人来，我就去甲伊抵抗，吼！中华民国政府安尼讲，就是 overall effective control 啥物啊？美国。1996年，中国拍飞弹过来对无？中国拍飞弹过来，美军派2个舰队出来，迄叫做 overall effective control。所以想是后壁，就是 overall effective control， 就是迄个人，迄个人才是。迄个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当然伊毋是即摆台湾的沙文，毋是台湾的主权者，但是台湾的主权者还是爱靠，目前爱靠伊就对。这个是一个叫做 overall effective control， 一个真 typical 的一个 slide 吼 ，OK。大概出2个尔，OK。伫遮要来介绍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逢少年的一句话啦，吼！咱头拄仔开始甲大家介绍有几个朋友对无？第一人，这比如我大家介绍，伊互我少年的台湾 state 台湾的法律地位，是对伊遐开始甲咱介绍，吼。第二人要甲咱介绍就是讲，这个何瑞元，伊甲咱介绍真清楚，伊不要去发展台湾 passport 这个物件，台湾你即摆摕 passport 到底是有合法非法吼？过来。Michael Richardson， 伊甲咱讲，直接甲咱讲，美国伫台湾还佫未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aiwan， 吼，还佫未完成的，第2次世界大战了，到即马还未结束 ，OK。这个人恁可能无啥熟悉，萧立坤，我伫1992年甲伊熟悉到2004年，我拢读伊的册，伊出版一本册叫做《九中一台》，可能你毋知捌听过，这个台，伊是。中华民国的空军上尾要对南京机场飞出来迄个人对吧？哦，伊这铁士军事处的处长嘛。伊讲伊少年时阵35岁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去澳洲开会啦。伊有一个感想：大国小民，小国大民啊。伊讲一个大国家呢，去到澳洲呢，无地位啦。啊，叫做 small potato， 大国小民。澳洲的人呢，虽然小国家，每一个拢泱泱大国，风范拢是有主权的国家，所以伊一个看规定讲大国小民，小国大民。中国范围遮宽，应该呢爱分做9个国家。哦，讲每一个人去1亿个人口，嘛是要做大国家。哦，安尼才迄个啊，台湾早就爱独立做一个国家，所以伊讲叫做9中一台，迄就是意思啊。伊写这本册呢是用英文写，这人真厉害，一世人出版3本册，九中一台，啊，甲一个叫自生物学。伊讲人会当活到120岁，因为伊读理工的嘛，伊写，伊有一寡好诶，真哦。啊，搁迄当阵呢，1975年，伊有法度用个 Apple 的电脑吼，伊就尾啊75年来，迄个我92年较熟悉，伊有法度用 Apple 电脑去拍迄个中文输入法。伊即摆过身去，伊南门咧过身，伊个囝、伊个孙仔拢 Stanford 毕业个，真优秀个，啊，就是过身去啦。但是伊互我感想就是大国小民，小国大民，九中一台，就是伊迄个。李登辉甲咱介绍阶级用人两国论，吼。但这边甲咱讲一边一国，但是伊个一边一国是 Republic of China，OK， 伊毋是台湾国。
是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伊讲中华，伊是讲你认为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伊是中华民国是台湾。OK。终极统一，这个人讲的终极统一。哦，伊咱会记住是讲安尼，伊就讲是上了要统一吼。咱讲讲，我上句有讲这句话，伊是先这个中国人，吼，伊中国人，伊就暗一单啦。蔡英文甲咱讲一句话 ，Stella Quo， 但是迄个 Stella Quo 到底是啥？咱按拢无清楚。那美国 Stella Quo 是真好哦，美国 Stella Quo 是讲，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 Stella Quo， 从开始到即摆拢是共款。我头仔蔡英文讲 Stella Quo 时，我实在是真欢喜啦，讲实在真欢喜。我讲伊可能 understand， 但是尾仔看伊做，无一定 understand。我真正，好，所以上尾仔 conclusion 啊，咱希望台湾人有法律根据啦，咱让据理力争啦，咱让据理力争，to do something, fight for it， 这是咱应该爱行的路。上尾一句 action plan 配合迄个Raymond人讲的，咱会当 timely action is needed， 就是讲，他拄啊迄个高等法院甲咱讲的，你若3年内底无 action 时，你所有数据拢无效啊，拢 overdue。伊头仔讲迄个我头仔无互你直接看，伊讲伊 overdue to 60 more years， 你超过60几年的 delay， 你提出来数据无人甲你听。OK， 继续推动这个 TIA 运动啦，因为咱这 TE 做袂到，确实做袂到。TIA 会当往push， 但push的对象毋是伫美国啊，等于台湾啦，找总统府的遐人。这个 strongly support， 咱希望会当替这个民事出声啦，替民事出声，会当来 support 过，因为伊确实替台湾人出足一声，好，多谢，多谢。